贴贴贴，淡淡注视你。那我声音，会抓住你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。嗨，喂，这样可以喂啊？喂喂，耶！
哈利路亚！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当欢喜快乐。感谢天父上帝，让我们再次来到他的面前，同心敬拜。现在我们用祷告的心，从关心圣工开始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。2月丰盛人生可以到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。宣教事工部与青年团契共同举办宣教课程，欢迎兄姐踊跃参加，详情请看周报。3月8号下午1点半举办新春团体竞跑及走春，3月4号以前请向办公室报名。2020与京剧有约，邀请兄姐一起参与每日读经的活动。教育馆的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，欢迎兄姐认线。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，请代祷及奉献。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与医治。感谢主将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今天的金句，我们一起来读2次。请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，信我的永不干渴。”约翰福音6章35节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，信我的永不干渴。”约翰福音6章35节。请大家一同站立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阿爸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经历每日的平安。我们知道我们是白白领受你的福分，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使我们得以回到你的施恩座前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。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然而我们明白，我们在很多地方仍然得罪了你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怜悯。圣灵啊，求你的光光照我们，照出我们的罪行，帮助我们认罪悔改，有更新的生命，使我们得着真自由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何等渴慕你，渴慕在敬拜中与你相遇。我们在你面前呼求你的名，你的同在，求你永远不离开我们。天父，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声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现在一起拍手来赞美。领受天堂来的喜乐，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。我感受你奇妙大爱，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。领受天堂来的喜乐，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。我感受你大能力量，填进我心中极大的风浪。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我心不再忧愁失望，因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，主耶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
天堂来的喜乐，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。我感受你奇妙大爱，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，领受天堂来的喜乐，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。我感受你大能力量，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。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幸福在忧愁失望，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永远不歌颂你生命，属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我幸福在忧愁失望，因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，属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我心不再忧愁失望，因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，属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属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属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哈利路亚！将掌声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哈利路亚！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邀请弟兄唱，姐妹来祷告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我们从头唱遍，换姐妹唱，弟兄祷告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
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盼望只在乎你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盼望只在乎你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的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爱不断永留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引导。只愿你情的满足，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引导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
手交给你，我已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爱不断永留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亲爱的阿爸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的生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一切的恩惠一样不缺，因为你赐给我们。在你面前，我们要再次将自己摆上，将我们的气息，将我们的生命都摆在你面前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再次得到更新，让我们再次与你相见，让我们再次得着生命的方向。我们这样感谢赞美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大家请坐。我们谢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在他所定的日子，每一次到他面前来一起敬拜。我常常说，我们在一起敬拜，那3个元素要帮助我们，一个就是诗歌赞美，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心。然后我们会有上帝的话语，当我们的心打开的时候，会有上帝的话语临到我们中间。第3个，我们也借着彼此的代祷跟上帝的祷告，让我们能够跟天父上帝更连结、更亲密。所以我们这时候要请配音知识带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在约翰福音6章35到40节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，信我的永不干渴。可是我告诉过你们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；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愿行，而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。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就是，他所赐给我的，要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并且在末日使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每一个见了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。”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语，特别是他提到，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间有所欠缺，有所软弱，这好像是心灵的一个饥饿，或者一个的干渴，可以到他面前来。
它会让我们得着生命的丰盛。我们都还记得马太福音11章，主耶稣有告诉我们：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到我这里来。劳苦担重担的，心里被很多的事情纠结住了，你自己想要往前跑，路好像被很多的阻碍把你拦阻到了。你想要为孩子、为家人付出的，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回应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担当了许多生命的重担。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我要让你们得到真正的平安、真正的力量、真正的安息。他用了另外一个比喻，说生命的粮。所以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，为什么说上帝的话语那么样的重要？因为我有了上帝的话语，才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安稳自在的力量。整个圣经里面，你有许多的金句，让你记得，让你羡慕。但是有一句我们常常朗诵，却是不容易去体会，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，他有一个字句这么说：急或不然。急或不然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今天被丢在尸穴里面，我今天被丢在火炉里面，纵使被烧死了，被狮子咬死了，我仍然要告白上帝是我的天父，是全能的主，我仍然要坚定的信靠他。有一个牧者说，如果有一天我死掉了，要醒过来以后，这位牧师一辈子服侍教会，服侍众人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然后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我怎么在地狱里面？我纵使不是在天堂的那豪宅，至少要在天堂的一个小房间给我嘛，对不对？我一生为主这样操劳，为主奔波，怎么会死了以后我在地狱呢？这位牧师说，纵使我死了以后醒过来是在地狱，我仍然要赞美主，要坚定的相信上帝。急或不然再提到了，这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今天如果有上帝的话语，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得着真实的安稳自在。尤其在现在的氛围，最近这几个礼拜的氛围，我们不只是自己来敬拜上帝，我们也要求天父上帝的怜悯，求他医治全地，不只是医治需要或生病的人，医治全地，医治包括你我。我们好像没有受到这个疫情的感染，大部分的人好像没受这疫情感染，但是我们一起配合。比方说，像我们今天原本要举行的圣餐，我们延期，或是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，这几个礼拜我们都会提醒不握手，我们用拱手打招呼，这样我们希望这样的情况能够让这个疫情能够度过，让大家再恢复一个健康的状态。这要求上帝怜悯，他要医治的不只是这些生病、这些患者，包括我们。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网络的故事，或者说很多很多在网络上的一个交谈，甚至是攻击，很可惜。所以人家说，真正的可怕不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，不是这个冠状病毒，真正的可怕是人跟人之间所产生的对立、冷漠、攻击、自私这样的一个情境。如果有上帝的话语在你心中的话，你会不会做不一样的态度、不一样的选择，或做不一样的表达？如果有上帝的话语真的喂养你，让你的生命得饱足的话，你会不会做一种跟你以前可能会做不同的一个选择？有人比喻说，这样的一个肺炎好像是中世纪的黑死病。中世纪的黑死病在14世纪欧洲发生。那个发生黑死病，我们知道它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每次发生几年，死了几千万、数千万的人哈。那有时候在一个地区为主，有时候是全面性的。这是在第14世纪的时候，但是呢，在17世纪在英国从伦敦出来，有一个一般称为伦敦大瘟疫。那个黑死病到17世纪。之后，我们也知道有意大利为主的，有维也纳，就是这种比较像区域性的。这个村庄 Yam 村这个村，
在伦敦的北部。我们知道英伦三岛，伦敦比较在南的地方。如果你往北到了中部的地方，会经过这个德比郡；再往北一点，我们就比较有印象了，曼彻斯特；再往西北一点，格拉斯哥；再往北就到苏格兰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点就在这个中间，往南就是伦敦，离伦敦不远的地方。在17世纪的时候，1665年到1666年前后大概400天，14个月。这次的瘟疫，这次的黑死病，一般称为伦敦瘟疫。伦敦的人口死了20%，20%，超过20%人在这次的瘟疫死掉。当然，开始的时候一样是有人怎么开始皮肤溃烂，开始感冒，然后就死掉了。他们能做的就是赶快挖一个洞，把它埋深一点。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把它埋深一点，免得传染出来。可是还不知道这么严重的时候，有一些商人就外出。这些中间有一个商人外出，来到了这个村叫雅姆村。来到这雅姆村的时候，他们来了2天，难过，哇，竟然有村民2天后也感冒、皮肤溃烂死掉。他们知道哇，可能有问题了，因为过去的例子从14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流传这些事情，到17世纪已经300年了。这个村庄就发觉不对了，这个商人已经回去了。等到他们村庄死了几个人以后，才从伦敦来消息说，我们伦敦已经很严重了，可能瘟疫又来了。这个时候，村民想到了就是像过去，当我们遇到战争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字眼，人家来空袭的时候有个字眼叫做台语叫疏开，这个叫疏散。住在都市的就赶快疏散到到那个乡村，就好像在1940年到1945年，当2次世界大战开始爆发那段时间，在台北有很多人就疏开到乡村去，往台北县、往九份、往瑞芳等等比较乡下的地方去，免得被轰炸。所以当一次的瘟疫出现的时候，有一些人就要往安全的地方去。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挑战，那个村庄几百个人而已，几百个人，他们一般过去几百年来，只要有瘟疫的话，他们就往北。可是这次在这群人里面，这部落里面已经有几个人死掉了，显然已经有人染到了这个所谓的病毒。然后呢，其他有的人，大部分人看起来还健康，他们就决定要往北动。可是这时候，教会的牧师威廉，他召集大家。他说：“如果照以前的经验，过去300年的经验，如果我们往北去疏散的话，带来的结果就是跟以前一样。我们如果染病的人，我们疏散的一样会死掉。我们如果有病毒去了以后，我们也把病毒带，那时候不知道叫病毒，就把这样的一个病也带到了那个地方去，那个地方也会死掉。如果这样，我们是不是愿意留下来？”因为是从伦敦开始的，我们是不是留下来，不要往北迁移？大家讨论看看，结果300-400个人在那次的讨论中，他们决定留下来。听牧师的话，他们决定留下来。留下来以后，他们年轻力壮人就开始因为这个地方是从伦敦往北，往曼彻斯特、往格拉斯一个必要的道路，所以他们开始就做了围墙。一些年轻力壮就守在那个地方，不让人家往北走。好，从伦敦过来不让他往北走，然后自己村庄里面的人呢，他们就尽量把这些妇女或一些年轻人或比较弱的人，就躲在地窖隔离起来。他们知道过去几百年的经验，就知道不要住得太近，在酒窖里面，在地窖里面。然后他们呢？有人死了，他们当然就要给他埋葬，要埋得很深，要埋得很深。小孩子，他们把他放在礼拜堂，因为他礼拜堂很大，小孩子就一个人一个角落，隔几公尺，小孩子都隔开来，因为不能够他们跟家人在一起，小孩子抵抗力弱，把他们隔开来，只有那个威廉牧师每一天进去一次，然后把食物给他们。然后给他们必要的御寒，因为前后1年多，将近14个月，400天，每一天他进去
然后拿食物给他们，他们有换下来的东西，或者说有排泄物，把他们带出来，这样。当然最后牧师先死掉了哈，这个牧师先死掉。有人死了，他们就把他埋葬起来，就给他放很深的地方。所以在礼拜堂旁边有很多很多的墓碑。在那段时间刚开始，他们做好了防御工程，不让人家往北，不让人家往北疏散的时候，牧师也带领他们一起敬拜，一起读圣经，而且一起为自己留下一句话：你的墓碑上面要留哪一句话？留给我们的后代。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，到最后14个月400多天，那个时候会的瘟疫就是说让该死就是染到的人死掉了，产生抗体的人留下来了。那个时候没有药，只能够这样。从14世纪到17世纪几百年中间，欧洲好几次的瘟疫都是这样，只能够把人隔离开来，那死的就让他死了吧，然后有抗体的留下来这样。所以礼拜堂旁边很多的墓碑，到今天如果我们去那个地方，会看到这个村庄，最后剩下70个人，几百个人死了，剩70几个，其中有30几个是小孩子，还有他的妈妈或是监护人。这些小孩子都是在礼拜堂里面，在礼拜堂里面还有死掉的了，因为有的小孩子也是没办法经过那段，不只是病情啊，不只是那个疫情，也包括孤单、害怕，甚至有的小朋友他精神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压力啊，所以在那个地方还是有人死掉。可是后来全村剩几十位留下来而已。这件事情过了10年以后，被那时候的国王，就是所以会出来，就是被英国国王查理2世听到了一位女士在讲到10年前他们在那个村庄里面的事情。国王一听到这件事情，非常的震惊，在我的管辖之下，竟然有这样的子民。他马上派人去清查这件事情，发现事情的真相以后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17世纪那个时候开始，这个村庄到现在他们都不用交税，税金不用交。国王那个查理士国王就免了这个村庄所有的税金。他说有这么伟大的一种情操，在我的子民里面，我竟然不知道。今天如果去到那个地方，有很多的画家，很多的诗人以这个地方来作诗来画画，所以你会看到一些现在的画画蛮漂亮。在提到这个部分，他们把自己围堵起来的时候，也让隔壁北方的一些部落村庄的人听到，非常感动，所以人家会拿资源过来，拿食物过来。尤其那1年多，他们没有生产能力，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围墙上面有铁栏杆，隔壁村庄来了就把食物放在那个墙上，然后人离开了以后，这个伊姆村的伊朗村的人才去把食物拿过来，或把那些补给品拿过来，因为前后400多天，所以这个村庄后来被人家称为一个，在英国被称为贤人、贤达的人、良善的一个记号，良善的代号。一样，他们提到一样，就表示这是一个良善的人，是一个良善的部落。有一些人，特别是北方的，因为他们因为这个村庄，所以没有把疫情往北。那次的疫情就控制在南部的伦敦，北方就没有受感染，所以甚至有人拍婚纱还会跑到亚姆村这个地方来。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情境里面，当所谓的武汉肺炎在造成不只是大家的恐慌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能也学习另外一个功课？刚刚在提到，今天如果去到那个部落，我们会看，如果你有机会，你上网也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墓碑，它所留下来的字眼，就是他们那些知道自己可能跑不过了，所以牧师就邀请大家一起祷告，一起读经，然后留下你要写的话。你会找到威廉牧师的墓碑，在他的墓碑上面，他只留一句话：请把良善传递下去。
请把良善传递下去。他没有写其他的，然后旁边就是他的名字。好，他希望他的子孙、孩子、村人以后有人过来，他在那边写的是说，请把良善留下去哈，把良善传递下去。另外还有一个医生，他的太太刚好回娘家，在他们封村之前回娘家，所以他就不可能去接他太太了，太太也不可能回来了。这个医生写给他的太太说：“原谅我不能够给你更多的爱，因为他们需要我。”这个医生留下来陪那几百位的村民，帮助他们减轻那个症状所带来的痛苦，好帮助他们。最后自己也染病也死掉。有一个矿工写给他的女儿，上面一句话这么写：说，亲爱的孩子，你见证了你的父母跟这些村民的伟大。这是一个矿工，他知道他自己留下来，他不能做什么。但是当我们一起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在人类历史中间留下一个记号，不一定说那么伟大，但是会让人家看到生命中间的情操有这样的情况。所以你会到这个村庄过的时候，会看到一样，然后写 welcome， 来到一个有历史、有故事的一个小村落。一般去英国旅游的人不会特别跑到这个地方去。我们都是去大都市，我们都是去一些比较观光景点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背包客、自助旅行的人，特别会往那边去做一个生命的学习。这个地方的地方政府300年来也不断的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居民，是不是给你们特别的优惠？但是300年来，这些居民都记得祖先所说的话。我们能够耕种，我们能够自给自足，我们不需要特别的优惠。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的年初，才1年前，德比郡的政府再一次跟居民协商，是不是我们来做什么改善或做什么的建设？居民说：“谢谢，不用，我们照这样的生活非常好，不需要把它变成什么样的情况，不用，你立了这样的一个牌子就够了，够了。”这样就够了，我们仍然这样做。所以许多其他的部落、其他的乡镇的人，有时候就特别会从这边开车从这边过，然后在这边买一些这地方在地所生产的蔬果，或者说他们的农产品，特别来赶高官就丢了，来个高官帮他们采购，然后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村落。这个村落，这个被人家称为是良善的记号。贤达人，贤人就是那个好人就是表换的人的一个部落。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氛围里面，除了我们彼此注意到的以外，我们能够用另外一种心情、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在难过或被受限的这些朋友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彼此之间，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，能够让这个疫情得到一个缓和，一个反省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自己能够来反省，到底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应该可以改进改善的，让人类更认识天父上帝，更知道生命的真理，更看到自己生命当走的路。而在这个部分呢，约翰福音很特别。耶稣在这里面有几次的自我介绍，我是，就好像很多的场合你必须要跟人家自我介绍。有时候我不一定想要这么说，然后我打电话或跟人家碰到说我考行多，我今晚在属灵教会，人家就会反过来就会说你是考牧师类似这样，你不会自我介绍说我是考牧师，但是人家会重新来看你的身份定位，你会跟人家介绍。所以有时候在不同的群体，你的自我介绍会不同。在圣经里面，主耶稣有几次在说到自己，介绍自己，在包括我们所熟悉的生命的粮、世界的光，我是羊的门，好牧者，包括我是世界的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我就是复活，我是道路真理，我是真的葡萄树，连接在的我的人会得到
生命得着复活的能力，你的限制或者说你的一个被人家辖制的，你会得到自由等等。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自我介绍。这些自我介绍中间呢，对人民、对听众最有感的、最有感觉的，我想大概就是第一个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。因为民以食为天呐，你说到耶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跟我连结我当他困起了不在啊，对吧？有时候一打电动都不知道啦，那什么葡萄树，什么枝子，那个有时候电视一看根本不需要光了，电视够亮了。我看电视就够亮了，没有想到说我的生命需要光，很多没有感。但是如果过个3个小时，过个5个小时不吃饭，你就有感了哈。生命中间真的需要粮，到底是要肯德基，还是要拿坡里，还是180哈？你就要想好，不然的话至少永和豆浆。这是民以食为天，最有感。因此耶稣在说我是，这中间最明确的，他说到生命的粮，就用肉体所经历的需要来说到生命心灵所需要的。心灵的生命，当饥饿、干渴的时候，焦虑的时候，没有盼望的时候，那是腰咖被戏，不是腰咖被戏，是真的想死哦。你肚子饿还不会饿得想自杀，但是你心灵饿的时候会饿得想自杀。有一些年轻朋友在10来岁，我们所谓的teenage 的时候，我们在辅导、在陪伴这些少年人的时候，很多人曾经有自杀的念头，很多人有，为什么？不是他的生活没有得到满足啊，他生活不缺啊，零用钱不缺啊，那各种的要学习什么样的新的东西都不缺啊，但是他不知道他活着什么。你听过吗？很多人后来问，因为很多人都曾经怀疑过这个小的时候看日本的漫画，说桃太郎是从桃子里面出来的哈。然后还有什么样的很厉害的人是从石头蹦出来的？那有些小孩子就问：那我是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？那很多小朋友成长过程中间问过这句话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的氛围，阿公阿嬷啦、爸爸妈妈啦、囡仔啦无乖哦，哎呦，这个看到亲像笨手对扣等来讲话，很多这样的情况，让生命的心灵很干渴、很饥饿、很害怕。所以我刚刚在提到17世纪在伊拉姆村这里面的礼拜堂的那些小孩子，他们虽然在礼拜堂，虽然威廉牧师每天来为他们服侍，里面仍然有小朋友自杀，因为几百天没有亲人，连看到那个都不能够走过去跟他讲2句话，在那种孤单害怕的氛围里面，经过冬天，经过春天，经过夏天，400个日子，一样有小朋友在那个地方，少年人在那个地方，饿得走不下去了，是心灵饿得走不下去了。所以主耶稣在说了这生命的粮，从看得到的饼，提到了我们生命中间最看不到，而是最需要那生命的粮。那些犹太的百姓听得懂，当听了耶稣在讲这个，而且这个粮是从天上来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哦哟，我们也有天上的粮。我们常常用眼睛看得到的来了解，而不是用眼睛看不到的来了解。”主耶稣在说天上的粮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想到我们的祖先在旷野吃玛纳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不是像我们这样辛苦从地上种长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吃到的粮都是从地上长出来的。可是我们的祖先以色列百姓说，我们的祖先曾经在旷野吃从天上掉下来的玛纳，这就是天父上帝所给的，耶和华上帝所赐的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们的了解是这样。可是主耶稣说的不一样，6章32节这么说：来，耶稣说，那从天上来的真粮是我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位从天降下来
并且赐生命给世界的。天父赐的不是玛纳，不是恁的祖先哦，保障你打刚再去捡，每天早上去捡，然后捡了以后就把它收集起来，哈，就是这样，好像在地上捡玛纳，不是这个。我说的天上降下来不是玛纳，主耶稣就在指那个上帝的受膏者，那位拯救者，那位弥赛亚，要让人的心灵得自由饱足，因为人的生命各层次有不同的需求啊。所以这位老师马斯洛告诉我们，生命中间有很多不同的需求，生理的需求就是你吃饭啊等等各种不同需求，到最后会有一种生命的实现的需求。我们常常在复习，常常在反复这个，但是主耶稣说到这个需求呢，我有这个需求，这个需求是我要完成差我来那位他所交托给我的工作。食物，民以食为天，没有用其他做比喻，就表示食物是不可选择的，是必要的。生命中间有很多事情是你可以选择，你选择骑脚踏车或骑摩托车，你选择开车开哪一种车，你可以选择开车，我坐捷运。可是食物呢，你不能够选择不吃，你可以选择不开车不坐车，你就是都走路。但是食物你不能够选择，我就是不吃，我只要喝空气哈，不行。食物是必须，而不是可以选择的。主耶稣用这个必要来提到说，我要完成天父上帝所交托给我的使命，这就是我的食物，这就是我必定要完成的。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提到，这是我的食物。跟他的学生从城里面要拿食物过来了，他跟学生说，我有食物，我的食物就是完成上帝托我的工作。所以刚刚马斯洛老师在说的生命的自我实现，每个人都有想要实现的愿望，你一定有你想要实现的愿望。这个实现愿望得满足了，你才是真实的活着哦。你不是三餐有饭吃，那什么事情都很快乐、很好，这个就叫活着，不是啊？你可以体会得到，你真实的活着，是因为你的需求、你的愿望得到实现了。甚至你有一个理想得到实现了，你才会感觉自己真正的活着。而主耶稣说呢，我想要完成的就是天父上帝交托我来到这世界上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渴慕他给我们的话语，就像彼得前书2章2节这边所说的，本来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好使你们借着它来成长，以致得救。我们的得救不只是能够阻隔武汉的肺炎，不只是这个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阻隔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许许多多属灵的征战挑战，让我们的心灵会饥渴，会渴，会饿那样的一个挑战。我们需要求主怜悯，借着他话语更深刻的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要再次跟大家分享，我们从去年写金句有约，每一天读一章，然后你自己看金句，你不一定要照着我所写的。我的习惯是我前天晚上先简单把那一章看过，有时候真的找不到金句你就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尤其你走利未记的时候，走民数记的时候，你真的不知道有金句啊。看那些怎么像金句呢？当你看到大卫那么挥泪哈，像别人的某，那有可能有金句啦，哈，在那个，然后早上起床以后把它看一下，然后我就自己把那个金句把它写下来，简单的一个祷告。为什么我知道有一些群体有出去，我要分享，为什么要？这是从2016年8月开始的。我觉得我的团队就是长老跟执事长职特别需要这个，所以我会把每一天我看到的那个金句跟我的祷告就分享给长职。后来我发现音控室特别重要，音控室是主日礼拜的神经系统，他们必须要一直盯着我们前面的每一句话，不能够说现在许牧师在讲到了就手机拿出来下课时间哈，
对音控室来说，我讲到好像是他们的下课可以做自己的事，不是。他每个时刻都要盯着敬拜团，每个时刻都要盯着领会，盯着台上，因为它是我们的神经系统。所以我也跟音控的同工，我每一天领受什么？我们的诗情，我们的领会，我们的服侍者，我们的招待。我觉得我盼望他们能够大家一起在上帝的话语里面，去经历到主耶稣所说的这个。来，预备，来。耶稣说：“就是到天地都废去。”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直到一切都实现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绝不废去。我们唯有在每一天吃它一点，每一天抄写一句的中间，才会更深刻去经历到什么叫做天地会废去，但是上帝的话永远不会废去，它会成为你真实的粮食，每天让你得到力量，得到健康。说到经济有约，我就又想到这位弟兄。这位弟兄在去年4月安息，这个是他写的最后的一天。写的最后一天，你还记得去年我们刚开始写，对不对？所以在4月的时候是创世纪，这是创世纪第几章？在创世纪第12章，他写的是第1节、第2节。他写完这节了以后，这节这是怎么说呢？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父家，往我要指示你去的地方。”他写完这节以后，他安息了，在和信医院去天父上。我当下你讲啊，这样超度看没了，对不？刚刚好嘛。圣经1187章，那几万节里面，偏偏我们的经句写到这一段，说你要离开本族父家。我们读这经句都很熟啊。我想这位弟兄，你看他的字已经很陡了，已经下力已经皮皮挫，癌症已经治疗了好久，但是手发抖，还是每一天写一句经句。我想他在写这句的时候，心里一定有非常不一样的领受，跟我们的领受不同。上帝跟人家说：“你要离开本族，离开父家，离开这个地方，我要带你去一个你没办法想象，世人没办法想象一个地方去。”咱读这段读偌久，我自己背这句不知道背多久，背了几十年。但是当我看到他的家人把这一章交回来的时候，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和心院，已经后来就安息了。我看到这句话，我真的是吓了一跳。天父上帝在跟我们讲什么？在跟众门弟兄讲什么？他在跟我们讲什么？我们如果继续得到他话语的喂养，我们的生命如果真的有所转化不同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够像他一样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真实的平安、安息跟力量，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小孩子的无理取闹，面对你的老板工作上面的一些繁杂，面对今天这种肺炎的氛围之下，仍然让我们选择良善，而不是选择围堵、选择对抗、选择跟人家吆喝，不是，我们愿意选择良善。所以呢，也因为这样，我们今年的牧区有一个调整，在周报里面我们登了好几个礼拜，有弟兄姐妹在问说：“这个跟这个做什么？”原本我们7个牧区，我们把它调整为5个牧区。为什么需要有牧区？因为我们世营教会的大大小小在一起已经400多人了，我们需要长老一起在这样牧养的中间。所以在约翰10章，耶稣说：“预备来。”耶稣说：“羊听牧人的声音，牧人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，因为他们认得他的声音。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”我们需要我们的长老学习一起像使徒行传2章所说的，为这些羊祷告，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更认识主，更得着主的话语，来分享福音。就像彼得所说的，让这些人能够专心在祷告跟传福音吧。然后很多的事工让执事一起来，所以我们牧区有做一些调整，而且5个牧区，每个牧区2个长老，因为主耶稣叫使徒来，就2个的差派他们出去，2位一起可以彼此带祷，互相帮补。有一个主责的长老
另外一个协同者。这是我们在牧区调整上面，所以你可能还需要重新去了解一下，以前的1、2、3、4、5都没有变，但是第6区呢，很多并在2区了，所以第1区这边就在讲到文林路以西、中正南路以南、基隆河这大三角的地方，百家长老、建福长老跟执事一起来带领这边为这些弟兄姐妹，特别我们希望善用主日礼拜后的时间彼此的关心。第2区呢，就刚刚中正路本来1区是南，这中正路的北，然后文林路的西，往西就是我们的华龙这些华阳街，然后双溪的南，然后一直往西延伸哦，所以往西延伸跑到中立桃园龟山区都是了哈，所以就是往西一直走了哈。宣会长老、美玲长老和我们几位执事，我们一起为这样的羊群祷告关心哈。这是第2区。第3区呢，我们就是刚刚文林路文林路往那个双溪以南，然后士林捷运的福林社区往南就中山北路、大同、万华，一直到新店中永和，这些往南哈。真长老、元忠长老还有执事们一起关心这个部分。第4区。我们有个双溪往北，这个第4区呢，然后会往东一直延伸到内湖戏子去，天母往东一直延伸到内湖戏子，青妹长老、主明长老跟执事们一起服侍这个。第5区就是往北了，就往北，石牌、北投、竹尾、淡水、八里，一直往北。福祥长老、虚院长老跟几位执事一起，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样的不同的牧区里面，常常得着带导、喂养、关怀，所以特别每一位我们都需要在主面前再一次安静。这个礼拜5，我们今年的祷告会有一个调整，每个月的第1个礼拜，我们盼望所有的长子、会长同工弟兄姐妹都能够参加，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像你的呼吸一样那么自然。我们常常会忘了祷告，不是我们不愿意祷告，就好像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正在呼吸，我们并不是没有呼吸，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正在呼吸，这很可惜，没有好好的掌握住呼吸所带给我们安歇的力量。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这个礼拜想一想，我是不是曾经经历过什么样心灵、生命关系的饥饿、干渴？什么样的事件？什么样的处境？回想一下，后来我是怎么度过的？天父上帝怎么带领我？怎么让我得到饱足？让我能够在这样的历程中间，再次的被建立起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感谢天父上帝，你是我们的阿爸，你喂养我们，给我们每一天的需要。特别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你的形象。你真的是愿意跟我们交谈、亲密的来往，求主圣灵帮助，让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被转换、被更新，能够更与天父上帝亲密的连结，而且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生命得到饱足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邀请弟兄姐妹站立，我们用这首《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》来回应我们的神。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
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请坐，请大家用感恩的心来奉献，奉献后请许牧师祝祷。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，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，有你与我一起，我还惧怕什么？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奉献一生，接引最爱是你。为了你，我愿将一切抛弃。耶稣，为好的找你，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，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，有你与我一起，我还惧怕什么？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奉献一生，接引最爱是你。为了你，我愿将一切抛弃。耶稣，为好的找你，我已决定，我一生最爱是你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相通扶持、安慰、医治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今日礼拜到此，请待订阅后结束再离开。祝福大家平安。你爱使我苏醒，重新来过，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，生命跟随你跳动，梦想因你而起